可以分享下你媽咪平時食完呢個之後，佢會覺得有啲咩感覺呢？我媽咪就係今年嘅5月先開始食嘅，政府醫生已經診斷咗佢係中度至輕度嘅腦退化啊嘛。佢未食呢個產品之前呢，佢就係抑鬱同埋個情緒係非常之唔穩定嘅，記性呢係好差咯。咁我有理冇理都俾佢試食啦。咁到而家食咗有半年，發覺佢個變化就係情緒穩定咗好多。佢以前呢，朝頭早起身唔見咗我呢，佢就會喊嘅。咁而家呢，佢會自己起身呢，做佢自己啲嘢啦，睇電視啊，自己梳洗下啊，或者係做下幫我做家務啊，我覺得係一個好大嘅進步咯。咁你覺得健康最重要嘅元素係咩呢？首先呢，你自己嗰個心理嘅健康，即係要開朗啦、正面啦，你又要多啲運動啦，飲食都要均衡啦，睡眠又要充足啦，同時間呢，都係要有一個營養保健產品嘅吸收，我都係好注重呢一樣嘢。